另外當然啦，喺呢1-2年啦，新興嘅 FHSA account 啦。如果咧你喺過去嘅4年係冇擁有過自住物業嘅話啦，其實咧你都可以開一個 FHSA account 嚟到去咧做投放，將投放嘅錢咧仍然都可以咧有呢個慳稅嘅作用。不過咧同 RRSP 啊 TFSA 唔同嘅地方咧，你嘅投放額咧就冇得無限地 carry forward 嘅喎。每一年咧最多咧只可以咧 catch up 翻舊年嘅一條數嘅啫。咁每一年咧有8000蚊嘅投放空間嘛，即係話你最多咧一年咧只可以放到16000蚊落去。都有啲客人問我，究竟佢哋值唔值得去做呢個 FHSA 嘅？咁我第一個問題都問佢哋，咁你將來有冇諗住買屋咧？如果你冇諗住買屋嘅話咧，咁其實咧 FHSA 咧另一個作用咧就係話幫你增加你嘅 RRSP 嘅啫。如果你唔想咧將來退休嘅時候有太大筆嘅 RRSP 嘅話咧，又或者你而家個收入又唔係真係好高，可以利用 extra 嘅免稅空間嘅話咧，咁可能 FHSA 就未必完全適合你啦。